沙老大，别哭了啊！都是妈不好。学会冠冕堂皇了，哪能说错？沙老大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可有私心？我能有什么私心啊？妈，他就是有私心，真是哎！今儿我就充当一把正义的使者啊！我问你，沙老大啊，你跟后院那帮老太太是不是撺掇着那个等拿到那个回迁费之后，要开一小饭馆？我是你甭这个那个，你说是或者不是？是啊，你看着没有？看着没有？不是我说你啊，沙老大啊，你这眼瞅着快50的人了，你瞧你一天忙忙叨叨的，那一会儿又要把二姐、三姐的孩子接回来啊，一会儿让素小把姑娘带回来，哎，一会儿又挤着小妹让人住后院里。你说你这一天，你谁都想指挥，你目空一切了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我没想干什么，没想干什么？哎，我告诉大家伙他想干什么啊？你就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是不是？啊，瞅着自己眼瞅50了，这辈子可能嫁不出去了，正好又赶上拆迁，嘿，这机会来了。是沙老大，你原来给咱家做过贡献，但是那是过去啊，不是现在，也不代表将来。你瞧你现在你在咱家跟谁都发号施令啊。那二姐，原来你那么尊重二姐，现在怎么样？让你给气跑了。全家人让你玩的团团转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你顶着个傻老大的帽子。其实你一点也不傻，你贼着呢。这你给我出去吧！妈，你给我出去也行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你们两个都留点心眼儿，别让沙老大给玩了。他这是有目的的，他是为了他跟小楚，这一个是眼瞅着嫁不出去了，另一个可能是后半辈子要跟他相依为命，所以他在。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去！滚就滚！反正我话也说完了，你们自己个儿都留个心眼儿啊！滚！四绝。哎呀，自找委屈。哎呀，改变自己可以，不要改变别人。大姨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怎么，不高兴啊？没有。我儿子今天来了，让我给骂走了。沙老大，妈想过了，你没错，别听他们瞎胡扯，他们有私心。沙老大，别哭了啊！都是妈不好，这么些年没树立你的威信，他们都使唤人使唤惯了，你乍一来让他们改，还挺难改的。妈，你就别说了。那你就再哭会儿吧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哟，小楚回来了。你不是打电话说你周末有课吗？哎呀，临时取消了。
哦，我大姐呢？她出去了，可能去拆迁办了。小楚啊，你回来挺好的，你赶紧说说你吴姐吧，怎么对大姐那个态度呢？你想想你哥啊，胡说八道一通，那大姐就够难受的了。结果他和你四姐，哎呦，说了2句更难听的话。妈，我吴姐说什么了？你去问她去。可以拖着这个点儿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哥几个今天辛苦了啊，电视剧一定慢放啊。哎，东哥。不用看了，属于人家。你现在高兴了是吗？我高什么兴？你终于解放了。我不想和你拌嘴，走了。什么时候办手续？下周我等你电话。行了，赵哥，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啊好，东西卖了以后再给职员们发最后一次工资吧。行，知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你不对。小楚，吴姐不是想和你争执，大姐是大姐，你是你，我不是说非得要那个房子，我就觉得大姐变了，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和蔼可亲，变得随便跟我发号施令。你说我现在肚子这么大，你问她最近关心过我吗？就连嫂子当年怀孕，她都不离左右，照顾得无微不至的。吴姐，越是亲近的人，越是容易被忽视，这道理你应该懂吧？我没你懂。你是研究生，我连大学都没考上，没你水平高。你要是这样说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宝强，来，来去接点水啊。行。小姑，你回来啦？哎，我说小楚，你都研究生了，不至于连基本礼貌都忘了吧？刘倩，你少教训我。你学会了对大姐的基本礼貌，我自然会礼貌待人。我该有的礼貌都有。是吗？就是鼓捣我哥跟我大姐作对。我没那么做，我做的都是应当应分的。这小吃部是应当应分的，这服装店也是应当应分的。我看你得了健忘症了吧？你，哼，还不是为了想多占房子？宝强，过来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他不理你，不许你叫他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再说一遍，听见没有？知道啦！回屋去。妈，你能不能别哭了？行不行？你倒得给个中国话吧。许姨来了。本来我还说躲个清静，这下看着你这个坏东西，就甭想清静了。你看你妈都哭成什么样，你还不快滚啊！滚出去吧！真是的。妈，我这该说的都说过了，你要是再坚持的话，那咱娘俩就只能在法庭上见了。哎呦，二小子，不信你就试试去，我就不信。哎，一个不孝之子啊，法院会为你说话呀？啊，滚，赶紧滚出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，这都是。陈刘氏啊，别哭了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？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哎呀。哎，苏布，你的车呢？卖了，房子也卖了，值钱的都卖了，贷款也还清了，两袖清风了，现在只剩下我跟铃铛2个人了。都
这样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那我不笑，我还哭啊？哎，那廖中医呢？没了。哎呦，你急死我了！苏布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说。我现在正烦着呢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小楚，你出来一下，大姐有话跟你说啊。大姐，哎，小楚，去跟你吴姐说，就说让她回家住吧。你三姐来了没地儿住啊。我不愿意去。吵架了？还不是都因为你呀？因为我你也得去啊！我现在不想见他。三儿啊，妈不同意你们离婚。妈，你们不同意也没用。我们两个人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两个人在一起啊，不能都强，都强了谁也不服气谁。没有统一标准，没有意见一致，更没有章程可循，也就更没有什么和谐了。到头来，就只剩下分歧了。妈，我们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。您那个年代。